来这个大问题，互看作是影响明年总统大选上大变数。大问题昨国讲话来口说蔡政府咯，讲台湾即摆就亲像是明朝的尾年。伫国外访问的蔡总统是来回击，讲伊听无大问题咧讲啥。大问题搁甲呛转去咯，讲老百姓所讲的话有真济，蔡总统其实拢听无。 家里领座谈，台北市长郭文铁认真回应每一项的提案。点过伊进前认为台湾未输是明朝元年批评总统蔡文执政不力。伫这个比海友邦访问的蔡总统有话要讲。是一样，我常常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啦。老百姓讲的话，他也听不懂太多嘛，不然一立修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？ 拢无要烧尿，郭文铁伫昨接受媒体专访，直接就讲明年总统大选，民进党选举技术较强，回用市长韩国瑜会挡袂掉。其实台湾这种抹黑的文化，你知道吗？除非说我们这种以前都是一张白纸哦，那种在政坛打滚这么久的，我看到随便跳一跳，所以从农社来说，他一路跳上来，只是说慢慢的选民对这些好像也不是那么在意。 不过韩国瑜伫国民党总统的初选得到压倒性的胜利，伊这个现象也有伫看。郭文铁认为韩国瑜变成艰苦大众的代言人。丢一个火柴下去，那如果没有汽油在那也烧不起来。如果皇上英明神武，国泰民安，那鬼才要当乞丐。经体蔡政府，郭文铁被当作是影响明年大选选情的最大变数。敢会参战一直无宣布，外界嘛认讲有可能是要用时间换空间。